生命之糧言論，耶穌的聖體聖血上。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，誰若吃了這食糧，必要生活，直到永遠。我所要賜給的食糧，就是我的肉，是為世界的生命而賜給的。喺舊約，吃人家的肉係一個比喻，象徵敵對嘅行動；而飲任何動物嘅血都係一件駭人聽聞嘅事，有違天主嘅法律。引申嘅象徵意義係殘暴嘅大屠殺，例如喺厄則克爾嘅末世大屠殺神視裏邊，佢邀請嗰啲食腐肉嘅飛鳥嚟吃肉飲血。因此，耶穌喺呢一度叫人吃佢嘅肉飲佢嘅血，唔可能係一個叫人接受佢嘅啟示嘅比喻，而係指向佢嘅聖體聖血。耶穌呢一句，我是從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糧，誰若吃了這食糧，必要生活，直到永遠。呢一句話可以算係若望福音裏邊耶穌建立聖體聖事嘅一句話，回響路加福音22章19節，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。既然生活嘅食糧就係指耶穌嘅體血，佢必要親自恩賜。因此，若望福音10章18節指出，佢係甘心情願咁犧牲自己嘅性命。唯有咁樣，門徒先可以分享佢嘅聖體聖血。喺1章14節，聖言降生人世嘅奧蹟被形容為聖言成了血肉。而家同一嘅血肉將要賜俾人作生活嘅食糧，所以呢一度嘅51節回響聖言降生嘅主題，亦都同時預告耶穌嘅死亡。猶太人彼此爭論說：這人怎麼能把他的肉賜給我們吃呢？猶太人嘅反應越趨激烈。上文43節指出，佢哋只係竊竊私議，而家佢哋卻爭論起來，因為耶穌聲稱將自己嘅肉賜俾人，比佢聲稱自己從天降來更加匪夷所思。猶太人對吃帶血嘅肉有所禁忌，可以追溯至上主同諾厄嘅盟約，歷代猶太人一直嚴謹遵守。奇怪嘅係，耶穌無意喺呢一度釋除猶太人對呢件事嘅反感，反而強調吃喝嘅真實性，而唔係象徵嘅說法。之後仲要加上更令人厭惡嘅喝人血嘅描述。耶穌向他們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。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。在末日，我且要叫他復活。54節嘅吃字嘅原文指動物吃肉嘅動作，後嚟亦都應用喺人身上。若望喺呢一段4次採用呢一個字，強調真實具體嘅咀嚼。肉血表示整個人，信徒要完完整整咁接受基督。與此同時，將一個人嘅血同埋肉分開，表示佢已經死咗。耶穌喺呢一度無疑係暗示佢祭獻性嘅死亡，同時挑戰人同佢建立最親密同埋親近嘅共融，以獲得生命。猶太人覺得生硬嘅呢一句：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。呢一句話在基督徒而言，顯然係指聖體聖血聖事，同由水和聖神而生嘅要求同樣絕對。基督徒超性嘅生命係靠由水和聖神嘅重生而獲得，但係之後仍然需要透過經常領受嘅聖事，不斷咁與神聖生命之源耶穌基督緊密聯繫，好能夠保存並且鞏固呢一個生命。上文47節指出，
人要順從耶穌先至可以得永生，而呢一節則指出人要吃喝耶穌嘅血同埋肉。承接上文，意思就係人要懷着信德領受耶穌嘅聖體聖血，先至可以獲得生命嘅恩賜。